刘兄这平安，吼，今日个足寒吼，这就是春天啦吼，所以大家爱保护家己哦，水爱加啉一寡。吼，咱下骹吼，咱今仔日有落伫教会来咱遮建堂募款，吼，伫咱回廊迄个所在有一寡 T 恤，吼，有迄个食的坚果，吼，有迄个儿童看的册，足侪物件啦，吼，赞助一下因的建堂。即时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手机看是要关机，还是要甲关互震动，避免影响咱礼拜进行。即是咱三个来祈祷。听我的主，我感谢你。伫春天的时阵，阮看见足侪变化。伫咱生活上，草花咧开，树木发出伊的新意。主啊，阮的性命嘛交伫主你的手内。阮愿意跟对你，欢喜你差遣阮去任何一个所在，恳求你帮咱带领。当阮伫敬拜时，互阮专心注目伫你，也恳求你帮咱带领，互阮每一个服侍的人员，伫主你的面前，互你看做是好。帮助阮伫行你的讲道的中间，礼拜中间，阮得到快乐，会当跑走阮人生的路站。这是我们开始阮的礼拜，恳求你降临，甲阮三个伫地，祈祷奉主所求圣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春天的天气变化足济，黏咪寒，黏咪热请咱大家爱保重，爱注意咱家己的身躯愿上帝嘛保守咱每一个人。好，咱即马伫要做礼拜进前，咱提前来练咱今仔日的诗，请咱来掀开306首。我的心，你着学老主。咱来敬拜上帝，咱先来学了咱的主上帝。咱唱2遍。来，我的心你着学老主，着老主眼跟生命，我的心你。伊内底11节遐嘛有是有安尼讲因为天离开地很悬，伊的智慧
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我的心啊，你着学老主吼，这是特别嘛是咧鼓励咱大家，无论什么款心志，咱拢爱来学了咱的上帝吼。特别今日是主的圣日，咱来到主的上帝面前，咱都爱来欢喜，来进来学了伊，吼，搁来唱2遍。今仔日要唱的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这是咱真熟的歌吼，请咱唱第1节甲第2节。548首，我是为基督死得利益有福，我的心目主的国，做你尽中罗卜。这是保罗先生所写予菲律宾教会甲当时的信徒。菲律宾书1章第2节，伫咱下面遮吼，伫迄个右下角遐吼，1章21节遐，这是讲这是出对迄个菲律宾，吼，菲律宾书也是保罗一生的性命见证吼。我是为基督死也得利益。咱拢知影保罗先生。一生
互主拄着主的时阵，伊先为着主来咧拍拼，连伫监狱内底，伊嘛是咧唱歌为着主吼。这是伊的心情。我活，我活是为基督。愿咱大家嘛当学习咱保罗先生的这款的使命。好，咱第40拢来甲唱过吼，这嘛是新的歌。请咱别班心来做咱今日的礼拜。
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就空着磨；城若毋是上主固守，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拖磨趁食嘛无采工。上主所疼的人，伊互因好困。请咱做伙来念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圣诗第4首。天下万國眾人着聽，天下萬國眾人着聽，大家進前歸主免驚，地上萬類同心服侍，上帝獨一應該敬拜，全地服侍真心敬奉，萬主的主，萬王的王，請咱起立念全首。这是咱共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伫周报的第7页，显着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林内受苦，顶12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咱做伙来启用，伫新圣诗后壁面，启用文62篇，也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启用文
62篇，也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伫咱新圣史的1113页，咱选着我来刻，请大家来引。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耶稣基督的心志。伊反当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爸上帝。这时，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在今仔日主日，你赏赐阮有一个凉爽的天气。在以往过去，在3月中的时阵，天气拢已经烧热。你在这段时间，阁互阮有凉爽的天气，阁互阮的兄弟姊妹，阮真平安健康来到这遮敬拜你，阮满心来献上阮的感谢。阮也为着阮在日常生活当中，阮所了解到，阮所无注意到，阮所犯的罪，阮来认罪悔改。求你帮助阮，显明互阮看，阮所犯的罪，嘛帮助阮真正会当来悔改来认罪。阮嘛要为着这个世界，为着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来祈祷。阮有听见国甲国三争的风声，阮看到国甲国交战的情景，阮嘛感受到战争的脚步声离阮所徛起的台湾是哪来哪近。阮伫内部也有亲像犹太为着30文就要出卖主的即款的势力，有可能来出卖阮的国家甲人民。阮家己的人民，包括阮家己，茫茫渺渺，逐工为着这清英来忍浪世，对着要发生伫阮家己身躯顶的代志，阮无关心，无注意，无准备，就好亲像雅各书内底的警告。恁伫地上宴乐车花，食甲肥足足，在等待互人杀的日。主啊，你是万军的耶和华，阮知影征战的官兵在伫你。主啊，阮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甲你徛公平。主啊，求你帮助阮，真正有警醒，了解到阮家己的责任。就亲像以弗所书内底所提醒的，阮着爱做有智慧的人，毋通亲像无智慧的人，毋通戆戆，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个邪恶的世代，阮真正会当做起一个管理即个家园、管理即个世界好的管家。主啊，阮也为着
阮的教会来祈祷。伫3月份、4月份，阮进入要备办国外节的节期。阮教会侪同工，阮做伙来备办。求你，互阮伫每一年国外节的时期，会当透过主你受定死埋葬落阴府了后，第3日后国外即款的意义，真正互阮会当明白。伫阮每一天的生活，伫即个世代中，对阮真正意义是啥物？主啊，阮求你来保守，阮伫教会内底兄弟姊妹，逐日身体出入的平安，特别是伫最近天气变化遮尔大，阮有身躯病痛的兄弟，求主你亲身来安慰甲治疗因，特别是阮所听的4兄妹姊妹蒙主恩调，主你煞了伊伫地上的劳苦，求主你看伊，求主你保守伊，伫天顶永远享受天堂的福气。嘛求主你来安慰，伫地上伫教会内底伊的遗族，嘛来帮助阮的教会来对即个过来要准备的个别节，阮会当将伊来准备圆满。主啊，阮将这一切的祈祷恳求，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真正无来违反主你的旨意。求主你帮助，阮来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罗马书14章第7节到第8节。罗马书14章第7节到第8节，也就伫新约的183页。现着我来读，请大家注心来听。因为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嘛无人为着家己来死，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或是活，或是死，拢属伫主。这是咱邀请少年团契来献诗，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主啊，我要跟对你。
是请黄信雄牧师来讲道。黄牧师是新德中会路德教会的牧师。今日要讲道的题目是十字架顶的疼，十字架顶的疼。姊妹平安，感谢主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我代表桃园路德教会伫咱中间，伫遮来分享上帝的话语，特别伫遮为着教会固定的时间来报告，会当得到咱正向的姊妹，咱做伙来甲阮关心，甲阮做伙有份来起造基督的身躯。我相信这是上帝特别恩典的引带恩典的预备甲带领。咱每一间的教会，拢是耶稣基督这个大身躯的基体。耶稣基督是教会头，咱拢是伊的基体，所以伫基体甲基体中间，咱互相三扶持、三帮衬，咱做伙来起造基督的身躯。我相信这是上界荣光上帝，互上帝欢喜的一件事。感谢主为我来预备这个机会来中间来甲咱分享罗德教会会当得到咱的支持甲帮赞。罗德教会是一间真年轻的教会，2011年6月来设立，到现在到10多年啊定真年轻的教会。设立的是迄间教会伫阮迄地区是阮迄地区是发展中的所在所以真需要有教会，总是未附设教会未附设教会迄个是阮迄个所在一个小小的所在桃园县的南兴村一个村路德乡的南兴村迄个村有3万的人口咱知影讲迄个所在一个村内底3万的人口，拢是大楼每一个大楼可能就几啊百户所以人口非常的集中就伫一个小小的地区，真需要教会都有机会。2011年我离开旧的教会上帝安排，就看到遐个需要，阮伫遐来设立路德教会迄个是咱的科牧师嘛伫桃园伫遐咧牧会甲阮做伙有同工所以伊真清楚阮的迄个时的设立。迄个所在真需要教会，所以真侪人真紧教会设了后就入来到教会，所以教会教势有真顺利的发展。2012年的3月，阮就升格做同会然后阮就开始积极来思考未来教会需要有一个固定的福音的基地是要来买地建堂，是要来固定阮就迫切祈祷。上帝来引带阮感谢主。2018年上帝有阮来预备都伫阮的边阮就开始租一块所在然后阮的边有买一栋新的即个建案，伫遐要来建设即个新的建案真符合教会需要伊是一个双板长20公尺宽8公尺多符合教会教势的迄个发展内面拢无条迄个所在拢是主体厝内差不多大楼内面拢会有条无方便教会使用，都是真特别。迄是一个双板，真少的即款的建案多长20公尺，宽8公尺，真符合教会需要。阮就赶紧甲建商了解签约预售2018年阮就甲伊签买2间用4500万4500万买2间毋是2楼是2间咱知影讲这实在是不得了真大负担。对一个设立的教会来讲，是一个真大负担所以当时上帝我真大的信心、勇气来承接上帝所予阮的即个交托阮就4500万买2楼2楼1楼做大人来使用礼拜1楼就互儿童青少年来使用安尼然后到2020年就顺利起好阮就刷入去阮来举行建堂的感恩的礼拜。感谢主，上帝来保守，互阮对2020年刷入去了后，到2023年即个 COVID-19 的即个流行的即个期间上帝保守，互教会会当安然经过，毋但安然经过，
因为开始选入去了后，就爱开始还钱还款。还款是一个真大负担特别搁拄着疫情真紧张。上帝嘛，互阮的会友真紧张，所以大家都真关心教会会欠缺颠倒奉献增加搁有一寡真侪友好的教会的支持甲帮助，所以感谢主，互阮的需要拢得到交业。然后疫情结束了后，就伫正教会中间，伫阮的中会中间来得到各教会的接纳，阮就来报告。所以今日我来到伫咱的中间感谢主。罗德教会是一间真年轻的教会即间教会设立，阮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看见目标，就是毋望阮的教会会当诚做上帝所欢喜的教会，会当是一间真健康、上帝所欢喜的教会。今仔我要甲咱分享的题目叫做十字架顶的疼。十字架顶的疼，即个 logo 十字架，然后顶一个大大的疼心，即个 logo 阮家己设计。为什么设计即个 logo？ 因为罗德教会对设立开始，阮的一个看见就是，阮毋望阮的教会是一间会当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的教会，一间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的教会。所有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阮邀请伊好好来认捌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阮邀请伊好好伫生活中间，伫家庭的中间来经验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嘛，伫家庭、伫日常生活中间来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阮的教会，阮毋望会当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是间上帝所欢喜、上帝看做好、上帝看做上帝目睭中健康的一间的教会。这是阮设立以来阮真大的一个目标甲看见。我相信通过今仔日的圣经，罗马人书第14章第7节到第8节，咱就会当看见着上帝的心意。这段经文甲咱讲，咱无一个人为家己活，无一个人为家己死。咱活是为主活，死是为主死。或是活，或是死，咱是属于主的。咱是姊妹注意上帝的话，无人为家己活，无人为家己死。活为主活，死为主死。或是活，或是死，咱是属于主的。上帝对咱生命是咪真清楚？上帝爱咱每一位，拢会当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毋是为家己活，毋是为家己死，是为主的活，是为主的死。上帝爱咱每一个人，拢通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今仔日咱爱思考的问题是：我知上帝爱我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啊，总是我着怎样来活出来？伫即个世代。伫我所徛起的所在，我怎样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今仔我要甲咱来分享一个台湾教会历史伟大的人物，叫做谢伟。通过谢伟这个伟大的人物，咱来得到启示。我相信咱当对伊的生命得到启示，知今仔日咱会当安怎样来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照上帝对咱生命的心意，谢伟是一个咱台湾历史的伟人，伊的生平的故事，简单来做一个介绍，咱就会当知影伊生命有啥物款伟大的所在。1916年，1916年，伊出世伫南投一个医生的家庭。9岁的时阵，伊染着一个真严重的病，叫做脑膜炎。用要爱伊的命，伊的老爸是医生，完全束手无策啦，无法度医治伊的病。有一天，牧师去来探访，牧师你来探访，上帝特别引带。迄天牧师就问谢伟的父母，甲伊问讲：今仔日上帝若是怜悯来医治谢伟的病，恁愿意要甲谢伟奉献予上帝，予伊的一生来为主做工啊无？谢伟爸母甲牧师应讲，阮愿意。然后牧师嘛到伫谢伟身躯边，家己直接问谢伟即个问题：今仔日上帝若是怜悯、恩典医治你的病，互你的病好起来，你愿意要奉献予上帝，一生为主所用啊无？谢伟用伊真细烂的口气甲牧师讲：我愿意，我愿意要奉献我家己，予主来使用，到死为止。然后
牧师就迫切为着教会祈祷。教会家己嘛伫遐安尼真细声，家己向上帝发出一个决志的一个祈祷。伊讲：主啊，赦免我！即摆你若是留我的性命，互我的病好起来，我一世人要为主做忠仆，我要献身，互你来使用。一生要为主做忠仆，献身，互你使用。真奇妙！牧师祈祷了，教会祈祷了。教会的病慢慢怎好起来，一直到完全康复。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咧警告一个人，通过一个奇妙的一个医治的观念的显现。教会家己嘛伫遐决志，伊要一生为主做忠仆，献身互主来使用。1934年，教会就前往伫台南新人院接受神学的训练。训练的过程，伊对伫医疗的传道有真大的兴趣甲感动，所以伫1937年，新人院毕业了后，无受派到教会服侍时，伊到日本东京医学专科学校来接受医学的训练。然后1942年医学校毕业了后，就到日本伫遐来实习，伫遐来做医生。1945年伫日本结婚，甲伊的太太共款伫日本咧实习做医生，互伊的太太结婚。结婚了后，隔年1946年，因就转来到台湾，续接伊的老爸伫南投大同病院来做医生。相时伊嘛受派伫南投的赤水教会伫遐来做传道。然后到1949年，伊伫南投教会就伫遐受奉牧，真侪南投教会的牧师。奉牧了后，伊一路面是南投教会牧师，伊嘛参与伫即个孙理莲宣教师所负责的即个山地巡回医疗团即个服务行7、8点钟的山路，到伫山顶原住民的部落做巡回医疗甲传福音的工作。然后1951年，伊受到这个宣教师的鼓励，嘛要精进伊的医术，所以到伫美国来留学，来深造，接受一般外科手术的即款的训练。伫美国转来到伫台湾的1年前，伊伫美国捌一个叫做鲍勃医生，有一天伊就甲这鲍勃医生请教治疗气流即个问题。伫分享的过程，鲍勃医生问教会讲：伫台湾，恁台湾若要起一间即款气流疗养所，大概爱偌济钱？教会讲大概美金5000块，5000块。鲍勃医生就听完讲：安尼好，咱来替台湾起一间即个气流疗养所。教会听一个错一条，咱兜有钱通去即个气流疗养所，咱兜有钱啊！鲍勃医生讲真简单，对咱两个人开始，你有偌济，我有偌济，咱甲摕出来。因两个人轻轻的一个美金3块，一个美金2块，爱美金5000块，兄弟姊妹，1000倍啊！迄个时代咧钱偌大圆美金5块若定。鲍勃医生一个看完笑讲安尼就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对这个时阵开始，我来甲你联络美国的教会，你到美国的教会来分享台湾的即个现象甲需要。就安尼，兄弟姊妹，因两个人对美金5块的信心开始分头去募款，为着台湾的即个需要、即个现象，安尼来分头募款。1955年，伊转来到伫台湾了后，受到即个孙理莲宣教师的即个邀请，因做伙伫南投埔里来设立即个基督教山地中心诊所，然后教会就受托做院长，负责外科即个手术的工作，以及护理学校教学的工作，相时嘛伫埔里礼潭的边来设立即个气流疗养所，美国募款的钱所得到的即个奉献所得到即个钱来去即个气流疗养所。然后1960年，伊佫再受孙理莲宣教师的邀请，到伫台南北门市乌卡病免费诊所来协助王金和医师为患者来开刀截肢啦。迄个时代，迄个所在真特别，遐个人会得到即个病叫做乌卡病，对骹底一个乌起来，若是无甲骹切落长，截肢有生命危险。教会是外科医生，所以受托。一礼拜
一天的时间去遐来服务，为遮的患者来截肢，吼。一礼拜一天的时间，伊对于南投家己的厝，开家己的钱，带家己医护的人员，请车去到伫台南，吼。一礼拜一天的时间，爱坐2点半钟的车到伫台南。然后无用规工了后，还阁对台南坐车吼，坐2点半钟的车转来到伫南投，拢已经毋知半暝几点吼。1961年赵伟将伊医疗的即个服务团队的工作扩展到伫彰化海边偏远的遮个乡镇吼。然后1964年嘛是为着彰化偏远海边乡镇的遮个需要，设立即个宜林基督教病院。一礼拜共阮1天的时间，赵伟义务前往到伫即个宜林基督教病院伫遐来义诊，吼。到即个所在为止，咱看到赵伟伊回应上帝伫伊细汉的时所予伊的呼召。日本转来到伫台湾了后，开始从事医疗的团队。兄弟姊妹，咱看到赵伟伊完全献上伊家己，咱无法度想象伊有偌尼啊无用啊！伊有偌尼啊无用，因为家己伫台东病院咧做医生的即个工作，然后搁再增加3地巡回医疗团的服务。美国转来了后，搁再有即个埔里基督教3地中心诊所的服务，喜乐疗养所的服务，台南乌卡病免费诊所的服务，宜林基督教病院的即个服务，然后搁有教会的工作，咱毋通袂记，伊是牧师呢，哦，搁有教会团队的工作。一开始是伫赤水教会，然后伫南投教会，哦，美国转来了后，参与伫南投中寮地区中寮教会开拓的工作，然后还搁有中会、总会的遮事务，吼，爱协助，然后搁有地方的事务爱参与。咱无法度想象，伊有偌尼啊无用，伊完全伫遐咧献上伊家己。1970年6月16日，台南即个赵伟还搁伫台南咧甲患者开刀的时，接到宜林的电话，有几什么患者赶紧要开刀。迄天伊袂用甲隔工透早的1点半，6月17日透早1点半，然后转来到伫南投已经透早4点，透早4点。到伫转来到伫南投，倒咧，我休一下，8点赶紧起来主持病院的早祷，早祷结束赶到伫埔里，甲患者看病，然后中途进行赶转来南投，续接伊的太太看诊的工作。中途顿一食完，倒咧无几分钟，伊想到宜林有患者咧等伊开刀，赶紧对面顶跳起来换衫，准备要出门。伊的太太真毋甘。赵伟安尼，遮尔的辛苦，遮尔忝，遮尔无用，劝伊加休一下。甲伊讲，你拄休困无到10分钟，你拄转来无偌久，迄个无到10分钟，你安尼袂伤忝吗？赵伟甲伊太太讲，我爱伫2点以前赶到宜林，我若是慢1分钟到，患者会加艰苦1分钟；我若是会当早1分钟到，患者我会当加救一条的性命。赵伟心心念念，就是人生命的需要。这就是赵伟老爷太太最后的一句话。无嫌劳苦的赵伟，可能因为伤过忝，煞拄伫民间前往治水的公路上，煞开车弄到路边的树仔，车祸来过身，享年55岁。伊的告别式，人山人海。迄天敢若有留名落来超过3000人，出动的队伍伫南投市的市区，安尼牵几6公里长，规个南投市的市区，互即个出动的队伍甲伊包围起来，安尼。南投市的人，即个出动的队伍经过的所在，南投市的人听落因手中的工作，对即个伟人，因讲即个人是南投的耶稣啦，即个人是南投的耶稣，南投人偌尼啊感激。赵伟对赵伟的身上看到咱的嘴所咧讲的耶稣，兄弟姊妹，咱咧讲耶稣，人听无；人伫赵伟的身上看到咱的嘴所咧讲的耶稣。因讲即个人是南投的耶稣，因听到因手中的工作，对即个伟人献上伊上界深沉的哀伤、毋甘甲敬意。兄弟姊妹，这是赵伟生命的故事。看到赵伟生命的故事，咱就会当伫伊的生命中间
看到几项伊所画出来真特别教会的精神。对教会的精神，我相信咱会当得到真好的启示。今仔日咱要安怎回应上帝对咱生命的心意？咱要安怎来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听？我相信教会的精神会当互咱得到真好的启示。咱会当知，今仔日我会当安怎有来做？第一个教会的精神就是伊宁愿烧尽，毋愿受坏。宁愿烧尽，毋愿受坏，即句话真简单。咱真清楚伊的意思，就是讲咱对咱每一个人生命的期待，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上介好，毋好亲像铁啊，点点下伫遐，我点点下伫遐，拢无路用，下伫遐开始生生，到最后规个酒歹去，毋通。兄弟姊妹，咱的生命，上帝手赐互咱即个生命真宝贵，咱就要完全、充分、无保留，甲伊发挥出来。上帝所予你的生命，完全、充分、无保留，甲伊发挥出来，宁愿烧尽，毋愿受坏。日本等下到入台湾了后，咱看到教会伊有伊家己有伊伫台东病院，家己台东病院咧做医生，伫教会咧做传道，然后佮再参与三地巡回医疗团的即个服务。美国侵做转来了后，除了家己的病院，除了教会服侍，佮再增加埔里基督教病院，比埔里基督教三地中心诊所咧做院长、做医生、做老师。即个基督教三地中心诊所，就是现在的埔里基督教病院，现在所以伊伫遐增加即个埔里基督教三地中心诊所，做院长、做医生、做老师，相是佮有喜乐疗养所的即个服务，佮再增加台南北门市乌卡平民诊所服务，增加中华偏远海边乡镇医疗的服务，佮再有宜林基督教病院服务，兄弟姊妹，整个的过程，咱看到教会伊付出偌尔啊侪心力，咱真正是完全无法度想象。咱看到教会伊真正完全伫献上伊家己，烧养伊家己。倒位有需要，伊就对倒位去。兄弟姊妹，倒位有需要，伊就对倒位去。咱看到教会怎样伫有限的即个年纪的内面，伊伫遐无嫌劳苦，伊咧活出宁愿烧尽，毋愿受坏的生命。今仔只要伊有诶，伊会使诶，伊就摕出来。今仔上帝互伊机会，上帝互伊稳定。互伊时间，互伊金钱，互伊材料，伊都无保留，甲伊摕出来，互上帝使用来造福人。教会的一生为着福音，为着别人生命的需要，伊无嫌劳苦，尽心尽力献上伊家己，宁愿烧尽，毋愿受坏。教会的精神互咱感动，特别我相信，逐日咱学习，会当互咱得到真好的启示。今仔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对咱生命的心意？咱要怎样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听？兄弟姊妹，上帝予你啥物？你有啥物？上帝予你啥物款的恩典？咱愿意甲伊摕出来，照上帝的心意，咱甲伊摕出来，为着福音，为着别人生命的需要缘故，咱愿意摕出来，宁愿烧尽，毋愿受坏。倒位有需要，你就对倒位去。我相信咱会当回应上帝对咱生命的心意，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听。第二个教会的精神就是以甘愿为主做工人，甘愿为主做工人。1970年，教会出车祸1个月前，王金和医师伫台南北门市免费诊所办一个10周年的感恩礼拜。即个感恩礼拜中间，特别邀请教会用伊牧师的身份来甲遮个患者勉励。迄天教会讲道的题目就是为主做工人。兄弟姊妹，伊过身的1个月前，伊毋知影伊要过身啦，当然对无？1个月前，伊用即个题目伫即个感恩礼拜中间来讲道。我相信这是上帝奇妙的恩赐。教会咧对伊的一生，伊咧回顾，伊咧回顾伊的一生，伊就是安尼咧看待伊的信仰，伊安尼咧看待伊的生命，伊安尼咧活出伊的信仰，活出伊的生命，甘愿为主做工人。
教会讲，即个世间，大家拢要做，大家拢想要做巧人，大家拢知影，敢知影要做巧人，无人要做工人。大家拢想要趁大钱，大家拢想要住楼仔厝，大家拢要享受，无人要做工人。教会安尼讲，咱是姊妹想想的，那亲像是安尼无对。毋若过去、现在拢共款，大家拢要做巧人，无人要做工人。啊，毋过伊讲，咱基督徒，咱知咱的价值观是无共款的，咱甘愿为主做工人。即个世间，当所有人敢若会晓知影要做巧人，敢若会晓知影拼命为家己来争取，互家己得到较侪好处、较侪利益、较侪享受、较侪财富、较侪权力等的时，教会伊知，咱基督徒，咱的价值观是无共款的。咱甘愿为主做工人，咱甘愿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上帝国的缘故，为着别人生命需要的缘故，咱甘愿做工人，看无家己互人付出。来奉献，来帮助人，毋是凡事敢若会晓想着家己。伫保利礼堂的边仔有一个教会青年纪念营地，这是教会过身了，伊的亲人奉献咱的总会一块地，总会家整理做一个营地，号名叫做教会青年纪念营地。入口的所在是一块大地的石头，非常大地，比咱即个豆芽皮更较大，大石头，顶面刻大的5个字，就是为主做工人。为主做工人，咱是姊妹提醒咱后代人教会的精神，提醒咱怎样来活出教会的精神，咱来回应上帝对咱生命的心意。我相信咱一定会当活出耶稣基督死而家顶的听。当所有人敢若会晓要做巧人的时，咱愿意要甘愿为主做工人，咱甘愿要看无家己来互人来付出来帮助人。第三个，教会的精神就是伊用伊的一生，伊咧持守上帝对伊的呼召，持守伊对上帝决志。上帝对伊的呼召，伊对上帝决志。教会时，上帝用一个奇妙权能的意志来呼召教会，教会家己嘛决志祈祷，伊一生要为主做中保，伊要献身互主来使用。伫一生的事业内面，咱看到教会，咱咧讲伊才会做遮尔济，咱无法度想象伊才会做遮尔济。咱的姊妹，为什么伊较会无嫌劳苦，会当做遮尔济？为什么伊较会当安尼无嫌劳苦，尽心尽力来献上伊家己？只要伊有诶，伊会使，伊就摕出来，伊就活出发光发热，宁愿烧尽，毋愿受坏的生命。为什么？为什么？伊会当甲一般人遮尔无共款，无敢若想要做巧人，无敢若为着想要为家己来争取，互家己得到较侪好处、较侪利益、较侪享受、较侪财富等等。为什么？为什么伊会当安尼看无家己来互人来付出来帮助人？毋是凡事敢若要想着家己。为什么伊会当活出甘愿为主做工人的生命？咱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你有发现无？这一切背后，因为教会咧用伊的一生，伊咧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用伊一生，伊咧持守伊对上帝的决志。伊用伊一生来持守上帝对伊的呼召，伊对上帝的决志。伊的一生独独要为主来做中保，伊要献身。献上伊一切所有，伊的金钱、伊的时间、伊的才能，互上帝使用，真侪正人的祝福，帮助教会，帮助福音的事工，帮助有需要的辛苦人、送养人、弱势人，因着一生持守上帝对伊的呼召，伊对上帝的决志，教会活出上帝对伊生命的计划。互上帝一步一步引带伊的脚步，伊影响侪人的生命，伊成做一个有路用的人，活出一个真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生命。伊互人称作台湾的史怀哲。史怀哲19世纪的伟人，伊互人称作台湾的史怀哲，甲史怀哲并列，变做是
伟人安尼，19世纪的伟人史怀哲，伊互人讲是台湾的史怀哲，伊互人看这是台湾教会历史中间上界伟大的圣徒。台湾教会历史上伟大的圣徒，遐个姊妹，啥物人有资格称作上伟大？伟大的人介多，上伟大，啥物人有资格？政治上来讲，咱台湾政治上来讲，蒋经国伟大无？伟大，毋管你啥物党派，伟大。咱台湾是伫伊个手中开始离开过去，迄个戒严的时代，迄个要反攻大陆的迄个时代，开始建设台湾。历史记一笔，李登辉有伟大无？伟大，带咱台湾正式行入伫民主的道路，第一个民选的总统。蔡英文伟大无？伟大，带咱台湾，互国际会当看到。行出台湾进国际，伟大人介济，向上伟大，无人敢讲伊上伟大。有人讲贾伟是台湾教会历史上伟大的圣徒，伊互人看做，伊互南投人看做是南投的耶稣。遐个姊妹，贾伟活出伊生命的意义甲价值，用伊的一生持守上帝对伊的呼召。伊对上帝决志。伫当咱咧看贾伟生命的故事的时，咱姊妹咱来知，上帝绝对毋是干那伫古早100年前咧敬吊贾伟来做圣徒，毋是。今仔日上帝是呼召咱在座每一个人，咱就是上帝目睭中的圣徒。咱就是今仔日个世代上帝所敬吊的圣徒，甲贾伟同款。100年前，上帝敬吊教会，今仔日上帝敬吊咱在座的每一位，咱拢是上帝目睭中的圣徒。你毋是一个平信徒哪条，你是上帝目睭中的圣徒。我相信教会的故事会当成对咱真好的模样。今仔日上帝敬吊咱，上帝要使用咱，上帝要爱咱为伊为主来发光发热，上帝要爱咱诚侪正人的祝福。上帝要爱咱成做伊目睭中的圣徒。今仔日圣经讲，咱无一人为家己活，无一人为家己死。人活是为主活，死是为主死。或是活，或是死，咱是属于主的。今仔成做上帝所敬吊的圣徒，我毋望咱拢甲教育同款，咱拢会当好通勇敢徛起来，咱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呼召，咱用咱的一生来持守。咱对上帝决志，今仔上帝互你啥物款的恩典，互你啥物款的时间、金钱、才能，毋望咱拢通用上帝的心意，互上帝一步一步来引带咱的脚步。咱愿意宁愿烧尽，毋愿受坏。咱愿意完全献就咱家己，烧扬咱家己，倒位有需要，咱就对倒位去。咱愿意甘愿为主做工人。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上帝国的缘故，为着别人生命需要的缘故，咱愿意看无家己，互人付出来帮助人。今仔日咱咧思考上帝对咱生命的心意，咱要安怎来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我毋望咱拢对教会一生的事业，通得到好的启示，跑走天路的过程的中间，咱拢会当好好照着上帝的心意，咱来跑走这条的天路。今仔我代表罗德教会来中间，为着过长的时间来追求咱的支持。我毋望咱能做伙来关心罗德教会经费的即个需要甲欠缺。罗德教会是一间发展中的教会，真年轻的教会，是一间努力要起造，会当成做上帝所欢喜，上帝目睭中，上帝所欢喜健康的教会。伫即个努力要徛起来过程中间，真需要得到咱正兄弟姊妹咱的关心，咱的扶持甲帮赞。今仔我相信，通过教会的精神，通过咱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咱会当成做道德教会真好的帮赞。咱会当伫咱的周报内面有奉献袋来甲阮奉献通过金钱甲阮奉献，是阮现时
及时会当得到的即个帮赞吼。特别我毋望你咪敢若有法奉献，为阮来祈祷，好毋好吼？为阮来祈祷，咱的祈祷会当互阮久久长长得到快乐吼。所以毋望咱拢为着罗德教会来奉献、来祈祷、来甲阮帮赞吼。若是今仔日无方便袂要紧吼，咱有即个。教会长号吼，教会户头，银行的户头吼，咱会当想着即间教会是圣神感动你，想着即间教会，甲即间教会关心的是有阮祈祷，你嘛会当通过汇款的方式吼来甲阮奉献，来甲阮帮赞吼，总是你甲阮通知啦吼，阮通个确实来入孝，寄即个感谢状，然后咱各位吼，毋望咱拢做伙来关心罗德教会即间教会的即个需要为阮奉献以外，特别毋望咱通为阮来祈祷，咱用做伙伫上帝国内面去做耶稣基督的身躯帮助罗德教会诚侪上帝目睭中上帝所欢喜的教会，通荣光上帝的名，三阿头来祈祷。是呢，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通伫你的话语得到好的帮赞。好的启示甲教示，主上帝感谢你，特别通过教会生命的故事，互阮来得到启示。阮知今仔日，阮照着你的心意，你爱阮无一人为家己活，无一人为家己死，阮活来为主活，死来为主死。主啊，帮助阮拢会当活出耶稣基督是被基督的条，伫阮即个世代，伫阮所徛起的所在，伫阮的教会中间，愿意来保守、引带、教阮十个之地。感谢你的恩典，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歹势，我淡薄的时间吼，牧师交代讲吼，预备代志吼，即我叫我即摆先讲一下咧啦吼，我简单讲一下啦吼。阮楼口有卖几项预备物件吼，咱除了甲阮奉献以外，会当通过遮个预备物件来甲阮帮助。我特别说明啦吼，为啥物要卖遮个物件咧吼？所以咱就当知影讲这是毋若讲无款以外，要紧是咱就当得到好的帮助吼。第一项物件就是即个童书吼。童书是足奇妙的物件，咱知影囡仔最爱听故事吼。咱爸爸妈妈讲故事给囡仔听，也是阿公阿嬷伫囡仔要困的时讲故事给囡仔听，囡仔就会真安眠吼。你若无讲，伊就困袂去安尼吼。听故事慢慢一边听就伊就慢慢安眠去安尼吼，真好。要紧毋是干那伊的安眠定，是即个童书的即个故事，即个内容会当帮助咱的细囝吼。这是美国畅销童书吼，贝安斯坦奖畅销童书，然后这童书吼，每一本拢是一个主题。每一个主题都帮助咱的细囝培养一种的能力，建立一个好的观念，好的想法，好的价值观等等，帮助细囝通过听故事的过程，这个故事那就烙印伫伊的这个心灵的内面，伫伊脑海内面，伊记条条，这个故事就会伫伊的生命中渐渐影响这个细囝，潜移默化来甲伊影响。所以每一本拢是一个主题，每一本拢会当帮助细囝培养一种的能力，一种的品格，也是一种的价值观念，好的观念吼。像这本叫做《吵架了》吼，囡仔拢会冤家对无吼？总是伊要安怎当知影冤家？要安怎冤家？冤家对于啥物款的帮助？明是冤家中甲人相处，即个这影响咱的细囝真大吼。所以每一本拢是真好的主题，帮助咱家己去看吼。通过买童书，帮助咱的细囝，嘛帮助教会固定的时间吼。刷落去一个真好的物件就是拼图吼，介卖拼图吼，真奇妙吼。咱有拼图的人就知吼，无拼图的人你也试看觅。拼图是市面上足少，会当详细吼刺激咱的左脑，搁刺激咱的右脑的物件，互你的左脑得到开发，右脑嘛得到开发，真奇妙的物件吼。因为伊在拼图的过程中间，这个训练你的逻辑，你的分析，你的判断，这左脑、右脑艺术，你的颜色、记忆，这个训练伫拼图的过程中间，互你的左脑伫遐得到刺激，
右脑嘛，伫着刺激，同时拢伫着开发吼，迄真奇妙物件。特别这一千片吼，无简单哦，安尼偏开是线碰碰吼。这要拼图的过程中间，训练你的耐心、你的专心，所以咱互伫着真多方面的帮助啦吼。买拼图吼，用拼图嘛帮助咱家己，帮助教会固定的时间吼。特别要介绍是即领衫吼，兄弟姊妹不得了，即领衫吼。咱今仔日的主题吼，是袂记这个听吼。大大是物价，这面一个听心吼，今仔特别介绍的伊的布质足好吼，伊是100%全棉吼，全棉吼啊，的即个布料，啊，这色佫无容易褪色吼，真好一领衫，好穿的一领衫。特别即个 logo 穿伫咱身躯顶有真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即个 logo 穿伫咱身躯顶的时阵吼，兄弟姊妹，我望咱每一件穿起来的时阵，咱就安静别想。安静别想，你看伊伫你的身躯顶，你就知影，我是有耶稣基督是未记得定伫我的心上的上帝之女。我相信每一件你安尼安静别想，你就得到真大的安慰、真大的快乐、甲真大的帮助。因为生活咱知无容易，有真侪艰难，有真侪挑战，有真侪压力，有真侪生活中间的遮互咱艰苦心的事，总是。当你看到你是有耶稣基督是未记定伫你的心上的上帝之女，我相信你通得到真大的安慰、真大的快乐甲帮助。第二个好处是即个 logo 就伫你身躯顶吼，会当帮助咱吼活出咱信仰的见证，你敢知影？因为吼，我若穿起来吼，我都毋敢后壁讲话，我都毋敢后壁做代志吼。啊，穿伫即个衫，穿伫身躯顶，伫遐你甲人你共害啦，你甲人骂啦，你甲人我想安尼该无合吼，该无合吼。穿伫身躯顶，就互咱得到约束，咱就是得到约束，咱我是有耶稣基督是未记定伫我心中的上帝之女，约束咱的言行举止，帮助咱活出咱信仰的见证。第三个好处就是即个 logo 穿伫你身躯顶，会当诚足好的传福音的工具吼。因为即个 logo 吼，你别位找无迄款设计，顶面嘛无其他的文字，拢无，干那手的所在有一个 Jesus 耶稣吼，耶稣是未记定的听。即个 logo 别位看无，足显目哦，啥穿身身足显目。你的边的人看到你穿即领衫，伊会感觉真奇怪，即领衫足特别，即领衫足好看，是倒位买？即领衫，即个 logo 啥物意思？通过介绍即个 logo， 你通甲伊分享耶稣基督是未记定的听。诚做足好诶，传福音诶工具吼，所以咱做伙来买即领衫来帮助咱家己吼，安那团契吼来做制服吼，足好吼家庭做制服嘛足好吼，咱来购买啦吼，刷落去介绍就是即个综合坚果哦，新鲜的哦，非常新鲜哦，刚做的综合坚果，每一颗都是安尼紧紧安尼吼，拢完整，没有屑吼综合坚果内面有5项吼，夏威夷豆、核桃、胡桃、腰果。杏仁果5种吼，非常好，且毋免加介绍，是健康的东西，帮助咱的大脑，帮助咱的心血管吼，这咱当来购买，刷落去。最后就是即个实用生活实用东西，就是手机挂绳吼，咱手机挂伫即个手机挂绳顶面吼，咱较好使用吼，这是手机挂绳，咱嘛会当来购买啦吼。通过遮个义卖物件，咱会当来帮助路德教会。固定的时间啦吼，奉献以外啦吼，嘛会当帮助阮吼。我相信这是应光上帝的一件事啦吼。愿主来祝福吼，甲咱大家伫地吼。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48首，我是为基督。圣诗548首，我是为基督。我是为基督，死得利益有福。我的心目主的国，做你尽忠奴仆。请咱起立，做伙吟全首。
请坐。这时咱来奉献，请奉献的当工。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假使你若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咱即时来报告，伫报告的大省，咱做伙来读金句2遍。伫周报的第2页，请。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或是活，或是死，拢属伫主。罗马书14章8节。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或是活，或是死，拢属伫主。罗马书14章第8节。接着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下周的领唱，台语礼拜领唱圣歌队，司礼林中和执事，司琴黄慧谦，献诗玛纳团契甲正大中青，司献张子元执事，李尼朴执事，交台张子元执事，詹美霞姊妹，音控陈佑晶、周芳邦，讲稿是李和传道书。下周的拜三查经祈祷会的内容是泰泽的祈祷会，采取实体的聚会甲线顶公布来进行。主理是李和传道书。下周的台语礼拜经文是《路加福音》13章第1节到第9节，题目是可欢甲无果子。圣诗是19首、617首、390首，主理是李和传道书。
过来咱来看教会的报告。本主日礼拜是由新德中会路德教会黄信雄牧师前来证道，并为着路德教会顾堂来募款，感谢黄牧师。咱第即礼拜3月19礼拜3，暗时8点，伫教会2楼的礼拜堂举行太子祷告会，兄弟姊妹会当踊跃来参加。第4点，玛拿团契举行二手的义卖活动，伫3月30，要互资源搁再利用，互听会当延续。所以，若有要捐赠物资的会友，请伫3月23礼拜日的10点半到12点，3月29礼拜612点到暗时8点的时间，这2个时段将你的物资带来教会。奖学金的申请，若是咱教会内底学生国中生总平均有80分以上。高中职、大专研究所75分以上学生会当来申请奖学金。这个期限是3月16，请你将成绩单正本甲申请表交予干事。安孝主怀四行美姊妹伫3月12拜3蒙主运调。定伫3月19礼拜6要日点辉华礼拜，3月30礼拜日下晡2点半伫教会举行到个别礼拜，愿上帝亲自安慰家属。咱今仔日有新的朋友要介绍无？平安。好，咱感谢主，今仔日有引带2位的姊妹来到咱中间吼，来甲咱聚会。第一位是郑顺英，姐，请咱开起来，互咱大家看出来。伊住伫2位拢是住伫深坑啊，吼，住伫深坑啊。伊是基督徒，但是目前还无固定的教会。咱确定要交夜时会当就来因来。请安甲问候，台语要哪讲袂记诶，请安就是啦吼。搁有另外一位，伊是高慧美，高慧美，伊嘛是住伫深坑啊吼，因做伙来诶，对吧吼？是做伙来诶嘛。伊目前阁毋是基督徒，但是伊真有意愿要加来了解基督徒诶生活甲。会当搁较熟悉基督教安尼吼，所以其他咱确定会当甲伊一个教育以上。咱即是来行平安礼，互相请安。
愿徛伫做伙来上迎新圣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咱上迎线，请牧师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保守、引带，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今仔日礼拜到这，愿上帝祝福大家。